背痛博士健背操第一組動作：起床篇，中軸背肌。大家好，我係鄭麗莎蜘蛛女 Lisa。瞓咗一晚，朝早起身，先鬆下啲筋骨對腰背有一定嘅好處。我今日會教大家一個四腳爬爬嘅動作，名副其實，爬起身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我哋先盡量鬆弛我哋嘅肩頸，然之後進入練習嘅狀態。呢個動作做嘅時候，我哋俯伏喺地下或者床上面，放鬆身體。首先將右手左腳提起，然後到左手右腳，跟住就到雙手雙腳，保持呼吸。做嘅時候呼氣，再做多次右手左腳，然後到左手右腳，最後就到雙手雙腳，做2次。咁就為之一個動作啦。重點，將力量集中於腹部，以前腹部為全身嘅支撐點，用腹部力量完成動作。次數：左手右腳，右手左腳，同雙手雙腳，為之一個動作。頂點時維持動作5秒，重複3次。功效：有效舒緩伸展，強化背部及中軸肌肉。